守護香港價值，向港共政權說不，守護香港價值，向港共政權說不。好嘛？我哋要向法庭進行澄清，好唔好？好。要證明梁振英講大話，好唔好？好。講大話嘅特首要唔要下台啊？要。所以我哋係要繼續努力啊，共同團結捍衛香港嘅核心價值。或者當呢個梁振英大話精小科飛嚟到係象徵我哋呢一個嘅順風特首，一個一個嘅謊言，最終呢都係會爆破嘅。我就知道你要飛，我規劃係今次，人民都有齊今次，我發咗個心，全民養老金，人人都有份，人人都有份。全民養老金，人人都有份。好第一次俾人拍條先頭，第一次俾人拍上手套，抬手抬嘅抬上勁車，第一次拉翻呢條嘢俾人控告，我哋估唔到呢個和平理性香港嘅集會，竟然係被推動被控告。可以見到咧，有好多唔同嘅訴求啊！基本上咧，呢個遊行咧都係代表好多唔同嘅精神。都藉著咧喺7/1咧，大家都係放假嘅時候咧，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嘅。咁呢個係香港嘅言論自由嘅特色啦。作為自己香港人咧。我唔係牛佬，頂得住。哎呀呀呀呀呀！